你有冇諗過，地球深處可能唔淨只有岩石或者滾燙嘅岩漿？從古至今，無數嘅傳說、古代典籍、離奇目擊都喺度暗示緊，我哋腳下幾千公里嘅地心，可能隱藏住一個高度發展嘅地下文明。有人話，傳說中嘅亞特蘭蒂斯文明就喺地心入邊，亦都有人話外星人其實就住喺地心，仲有人話我哋人類其實就係俾地心人驅逐出嚟嘅人。但呢啲傳說存在咗咁多年，點解人類仲係冇辦法直通地心去睇下呢啲傳說究竟係咪真實嘅呢？嗱，講到呢度呢，可能會有人問啦，點解我突然之間會傾到地心文明呢件事呢？因為呢樣嘢極有可能會成為今年美國 UFO 公開事件嘅重大爆料之一。所以借住呢個契機，我想帶大家一齊重溫下人類歷史對地心世界嘅探索。嗱，咁喺探秘地心之前呢，我哋先嚟簡單睇下地球嘅內部理論上應該係點樣嘅。地球內部結構分為3層，最外層係地殼，平均厚度約17公里，大陸地殼呢就有30到70公里，海洋地殼僅5到10公里。咁去到中間呢就係地幔啦，厚度約為2800公里，佔據地球體積嘅84%，由高溫高壓嘅熔融岩石構成。最核心嘅係地核，外核呢係液態鐵鎳，內核係固態金屬球，溫度高達5500度，堪比太陽嘅表面。嗱，聽落去係咪好似我哋好清楚地球內部嘅構造咁啊？第一個殘酷嘅現實係，我哋對地球內部嘅了解同埋探測，遠遠不如對月球嘅了解。人類真正嘅入地極限呢，係嚟自蘇聯著名嘅科拉超深鑽孔，呢個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向地心發起嘅硬核挑戰。嗱，喺1970年，蘇聯喺科拉半島啟動鑽探工程，目標係鑽透地殼，抵達地幔。呢個工程持續咗24年，到1994年，因為井底溫度遠高於180度，而且蘇聯解體之後經費減少同埋科研回報降低等等嘅原因，被迫終止啦。咁當時其實仲流傳住另一個恐怖版本嘅，話蘇聯唔係唔可以再鑽深啲而係因為遇到一件怪事。當鑽頭鑽到去12公里嘅地方嘅時候，鑽井入邊突然傳嚟好得人驚嘅聲音，就好似無數人喺地底度哀嚎嘶嚎咁。呢啲恐怖嘅聲音就好似嚟自地獄嘅咁，導致啲科學家放棄咗繼續鑽探。無論點都好啦，總之呢次最終嘅挖掘深度呢，定格喺12262米，接近1.5個珠穆朗瑪峰。呢個數字聽落去係咪好似好深咁啊？但係地球嘅半徑有6371公里，即係話今次人類耗費咗成幾十年，投入巨額資源嘅挖掘，深度仲唔夠地球半徑嘅0.2%，即係連地球嘅雞蛋殼都未鑽得穿啊！更咪話睇下入邊究竟係個蛋黃抑或是係其他動物。咁可能有人就要問啦，我哋目前嘅科技水平唔係比當年高咗好多嘅咩？點解唔繼續挖落去呢？嗱，並唔係唔想挖嘅，而係技術瓶頸依然未突破。人類冇辦法製造出可以長期耐受高溫高壓、持續穩定工作嘅鑽探工具，因為越深就越難以維護嘅，鑽頭嘅損耗速度呈指數級上升。除咗科拉鑽孔之外全球其他鑽探嘅項目深度係更加之淺嘅。咁其次就係地下深度越深，岩石壓力越大，深層岩石喺高溫高壓之下會好似塑料咁流動，導致鑽孔壁瞬間就被擠壓回填。仲有一點就係科學家通過地震波探測得知，地下20公里以下地殼岩石嘅結構係徹底改變咗嘅。所以就算人類真係挖到去20公里嘅位置，後面會面臨點樣嘅困難，人類仲冇辦法預測到。但係咁並唔代表話目前嘅鑽探項目係一無所獲嘅。嗱，喺目前呢一種有限嘅鑽探過程之中，科學家發現咗一個顛覆認知嘅關鍵證據，咁就喺地下嘅幾千米深處存在大量嘅液態水、微生物群落同埋未知礦物質。科拉鑽孔喺9000米深處發現咗黃金含量極高嘅岩層，黃金濃度達到每噸80克，遠超地表嘅金礦。而喺地下數千米深處發現大量嘅單細胞生物、厭氧細菌，喺無光無氧、高溫高壓嘅極端環境下存活咗成幾十億年。咁即係直接表明話，
地球深處係完全具備孕育生命嘅條件。既然微生物可以存活啦，會唔會存在一啲更高級嘅智慧生命呢？而且更關鍵嘅係，地震波探測顯示地幔內部存在大量嘅巨大空腔、地下溶洞、地下海洋，甚至有科學家測算話，地球內部儲存嘅水資源總量，甚至遠超地表所有海洋嘅總和。廣闊嘅地下空間、豐富嘅水源、穩定嘅地質環境，完全可以支撐一個獨立文明繁衍生息嘅。咁人類對地心嘅探索係咪就淨係嚟到呢度呢？嗱，其實人類對地心嘅探索咧，並唔係從現代先開始嘅。早喺幾千年以前，人類就開始喺度估地球內部究竟係點樣嘅呢？只不過嗰陣時並冇咩科學嘅探測手段，所有嘅猜測都只係一個假說同埋想象。嗱，比如話啦，喺古代中國人就認為地球內部係黃泉，係死後靈魂居住嘅地方。仲有地脈、龍脈嘅講法，認為地下咧係有一條條嘅脈影響住地上嘅興衰嘅。而西方咧，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最早提出地下空心球假說。佢認為地球內部唔係實心嘅，而係存在巨大空心區域，地下都擁有陽光、大陸、海洋，存在高度發達嘅地下種族。去到中世紀嘅歐洲咧，都有大量古籍記載話，地下存在冥界同埋地下王國，死咗嘅靈魂係會前往地心世界嘅。北歐神話凱爾特傳說入邊呢，亦都有話矮人啊、地精啊、地下精靈常年生活喺地下洞穴，擁有遠超人類嘅鍛造技術同埋智慧。去到17世紀，哈雷衛星發現者艾德蒙哈雷經磁場研究提出咗科學版嘅空心地球理論。佢認為地球係多層空心結構，內部係存在宜居空間、大氣同埋光源，可以孕育地心文明嘅。呢個假說即時轟動歐洲，開啟近代地心文明嘅猜想。去到19世紀，空心地球理論迎嚟咗鼎盛時期。呢個時候，因為凡爾納嘅地心遊記爆火，令地心文明呢個講法走進大眾視野，亦都令大家對地心文明充滿住好奇。講到呢度，終於要正式講下地心文明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啦。喺1995年，美國航空航天局曾經對外發佈一則資訊，話工作人員通過探測衛星捕捉到源自地下數百公里位置嘅無線電波段。呢啲信號係以數字編碼形式呈現嘅，所以排除咗自然環境自發產生嘅可能，大概率係外星級別嘅智慧生命體所傳遞嘅。咁如果呢啲信號源頭真係歸屬於地底文明，即係話對方嘅科技層級遠遠凌駕於現代人類之上，因為以而家嘅技術水準，人類係冇辦法向地下數百公里深處穩定輸送電波嘅。後續呢，官方仲對外表示話，科研人員已經破解信號蘊含嘅信息，但考慮到消息公開之後好容易引發民眾恐慌，仲會滋生各類嘅輿論爭端，最終選擇封存相關內容。冇幾耐呢份發佈嘅相關文稿都靜雞雞落咗架刪除啦。去到2013年，曾經揭露美國全球監聽行動嘅斯諾登再次拋出一個震撼嘅內幕。佢對外透露話，美軍好早就同地底神秘文明建立咗溝通渠道，雙方仲私底下達成好多約定。美軍勘探人員喺全球多處偏僻區域揾到大量造型奇特嘅洞穴，呢啲洞穴構造規整，絕對唔係自然地質運動造就嘅，明顯係高級文明改造而成。咁講到呢度，就不得不提最出名嘅拜爾登日記。美國退役空軍上將拜爾登過身之後，佢個仔公開咗佢老豆流傳嘅私密日記，文字內容亦都為地心世界嘅講法增添咗佐證。喺1947年，拜爾登以飛行員身份駕駛戰機喺北極空域執行勘測任務。飛行途中，戰機莫名脫離雷達監測範圍，足足消失咗成3個鐘頭。呢段空白時間入邊發生嘅一切，俾佢詳細記錄喺日記入邊。佢日記入邊係咁話嘅：佢率領探測隊駕駛飛機喺北極上空巡視嘅時候，突然眼前出現一陣迷霧，跟住竟然就見到生滿綠樹嘅山谷同埋好多嘅溪流。但北極本來應該係冰雪世界嚟噶嘛？呢番景象當堂令佢相當震驚，而更令佢驚訝嘅係，佢發現咗地球早已滅絕嘅孟買象，
前面仲有一座通體剔透、建築風格同人類文明完全唔同嘅城池。就喺呢個時候，通訊設備突然恢復運作，聽筒入邊傳嚟一把陌生嘅聲，安撫拜爾登唔使驚，承諾會保障佢飛行安全。話音降落，兩架碟形飛行物緊隨戰機嘅兩邊，飛機開始唔受控制咁自動進入飛行模式，跟住平穩降落到一個好陌生嘅區域。落地之後，三個身高超3米嘅巨型生物迎面行過嚟，將拜爾登帶到城市嘅核心建築。一位年長嘅地底居民就話俾佢知，原本佢哋呢係唔願意同外部世界接觸嘅，但自從美軍喺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之後，佢哋意識到外部世界掌握嘅武器足以毀滅成個地心世界，於是就派出飛行器同地下嘅超級大國進行交涉，但佢哋並冇獲得積極嘅回應。有啲飛行器甚至仲受到戰鬥機嘅攻擊添。嗰個神秘人就預言話啦，如果人類用原子武器，地上世界好可能走向自我毀滅嘅道路，屆時人類將再次進入黑暗時代。唔係傾緊呢段說話嘅期間呢，拜爾登仲參觀咗當地嘅醫療場所、學堂同埋藏書場館，親眼見到好多超乎想象嘅先進技術同埋文明風貌。講完之後，拜爾登一眨眼啫，就突然翻到去地表世界啦。跟住拜爾登出席咗美國國防部嘅參謀會議，向杜魯門總統匯報咗自己嘅所見所聞。然後官方下達嚴格禁令，禁止佢向任何人提及呢段特殊經歷。直到拜爾登過身，屋企人整理遺物嘅時候，先發現呢本塵封嘅日記，呢段隱蔽嘅地心探險往事先就此曝光。所以種種跡象喺度暗示，如果地心世界真係存在，咁知道而且喺度隱瞞緊呢個事實嘅，好有可能就係美國。而隨住現代網絡文化、陰謀論嘅興起，大家對地心文明嘅猜想好似越嚟越接近真相。尤其係近期美國政府放出咗相關 UFO 嘅核心證據，更加係增加咗地心文明存在嘅可能性。我哋先嚟睇下目前有邊啲關於地心文明嘅主流猜想先。第一個，傳說中嘅亞特蘭蒂斯並未沉沒覆滅。根據柏拉圖嘅記載，10000年前嘅亞特蘭蒂斯可能就掌握咗反重力、星際航行等等嘅超前科技。咁傳統認知係認為佢係因為災難沉入海底消亡嘅，而地心理論就提出話係亞特蘭蒂斯人預知浩劫，依靠先進技術開鑿地下通道，整體遷入到去地心，建立咗延續至今嘅地下文明。而家佢哋啲後裔呢，就依然居住喺地心，掌握住頂尖科技，間唔中會同地表接觸。大西洋深處嘅神秘水下建築就係佢哋通往地心嘅入口遺跡。第二個講法就係神秘嘅 USO， 即係不明潛水物，就係嚟自地心嘅。USO 呢，其實就係指全球嘅大洋湖泊入邊經常出現無視水壓、無推進裝置、速度遠超人類潛艇嘅水下物體。喺目前公布嘅美國 UFO 公開檔案入邊呢，都有類似嘅資料出現嘅。所以陰謀論就認為啦，呢個就係地心文明嘅水下飛行器。喺地心擁有廣闊嘅地下海洋，佢哋主要係依靠水下活動，通過深海海溝、海底洞穴往返地表。例如話百慕大三角嘅離奇失蹤事件呢，就係地心飛行器干擾信號所致嘅。譬如話咩尼斯湖水怪喀納斯湖水怪等等，都唔係咩史前生物，而係地心派出嚟嘅偵察生物或者係原生巨獸。佢哋係經由地下暗河嚟到地表嘅。咩馬里亞納海溝爪哇海溝就係地心文明嘅主要出入口啦。而最後流傳最廣嘅呢，亦都算係一個從 USO 衍生出嚟嘅版本，咁就係地心蜥蜴人統治地球嘅講法。呢個講法認為，古老嘅蜥蜴人爬蟲族文明係棲息於地心嘅，存在咗已經成幾百萬年嘅啦，科技同壽命遠超人類。佢哋潛入地表，混入人類頂層，掌握各國政體、金融、媒體，暗中喺度操縱世界格局。英國皇室、歐美嘅頂尖精英，全部都係蜥蜴人嘅混血後裔，會定期前往地心會見佢哋嘅母體。總之，無論係從古希臘嘅空心地球假說，到哈雷嘅科學猜想，從亞特蘭蒂斯傳說到百德上進嘅北極日記，再到 UFO，
USO、蜥蜴人等等嘅各類陰謀論，無數線索都指向同一個答案，咁就係地心可能真係存在高等文明。咁雖然目前陸續公開嘅美國 UFO 文件呢，好似屙屎唔出咁，每期都得少量資料係有啲睇頭，但只要美國真係有同地心文明接觸過嘅證據，咁仲可以輕輕期待下地心世界之謎解開嘅一日嘅。好啦，本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本期分享嘅內容呢，希望你可以幫手點個 like， 點一個訂閱，已經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啦。每個星期我都為你分享世界各地嘅奇人異事、詭異事件，總有一款係你中意嘅。另外再講下，由於本頻道近期呢被官方暫停廣告嘅收益啦，所以如果你願意課金支持我哋嘅話呢，都係通過上述幾個方式，多多益善，少少無拘嘅。我係講古仔碌斌，一個希望用聲音帶俾你新世界嘅主播。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